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10月14号这个碧桂园集团有限公司临沂宏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2.4亿余元，也就是碧桂园现在被强制执行的金额是越来越多这个法院的判决也是越来越多，现在逐渐进入强制执行阶段。这个碧桂园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5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9亿元。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多条股权冻结、限制消费令及中本案件信息11月14号融创中国在港交所公告称鉴于融创房地产整体经营现状，融创房地产拟初步计划为债券持有人提供整体债务重组方案，包括现金要约收购、股票或股票经济收益权兑付、以资抵债和全额偿展期，共4个选项。这个咱们以前介绍过也就是说，这个融创的债务重整这个方案落地，现在就看债权人认可不认可，也就是融创还在渡劫之中今天国家统计局关于这个房地产的一些数字已经公布了，结果可以说是让人大失所望。我们先看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各县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收窄或转涨，同比降幅趋稳，房地产市场预期进一步改善，这是国家统计局的这个说法。10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2%， 什么意思1月份一线城市在10月份这个商品住宅价格比9月份是下降 0.2%， 降幅比上月收窄 0.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9月比8月下降了 0.5个百分点，那10月比9月下降 0.2个百分点，降幅缩窄了，就是降得慢了一点。这个就是我们9月底使出洪荒之力救楼市，后面又是化债方案搞出来的一个救市结果，就是一线城市10月份的新房销售价格降幅慢了一点，这还在下降。当然了，你要是非要找亮点，那就是降幅慢了，对吧？你以前考98分的，后来成绩不行掉到60分，60分掉到58掉到57，这降幅慢了，给人感觉它要见底了。但是你要知道，这9月份出台了多少政策，对吧？解除限购，又是这个降低首付贷款的这个利率，现在是降低契税，各种利好政策见齐发。而且整个10月份是不是媒体中介那报道，那简直房价要飞对吧？所有的中介忙的是脚后跟都能踢着后脑勺，连吃饭，对吧？连这个休息时间都没有，加班加点，结局就是房价还在下跌。其中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 0.3% 和 0.1%， 北京和广州均下降 0.7%。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 1.2% 转为上涨 0.4%， 为近13个月以来首次转涨。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分别上涨 1%、0.2%、0.7%， 广州下降 0.4%。 什么意思呢？不要看它涨了好像就是这个房价就怎么样了，它这个涨是9月比8月下降了 1.2%， 那下降的过猛，现在的10月份反而弹了一点，就这个意思。如果说10月份二手房价不跌，保持在这儿，那就说明这个二手房暂时稳住了，应该这么理解因为它不再往下跌了嘛，它弹起了一点。但这也仅限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还是继续下降 0.4%。 广州可是全面放开了新房二手房价格都在下降。北京、上海、深圳二手房价格略有回弹，那也有特殊原因，还是刚需房太多10月份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5%，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个百分点。二手住宅环比下降 0.4%， 降幅收窄 0.5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5%， 降幅收窄 0.2个百分点。二手住宅环比下降 0.6%， 降幅收窄 0.3个百分点。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7个，比上月增加4个。二手住宅环比上涨城市有8个，比上月增加8个。刚才说的都是环比，那同比呢？10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4.6%， 降幅比上月收窄 0.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4.9%、10.4% 和 8.1%， 上海上涨 5%。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9.6%， 降幅收窄 1.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8.4%、6.7%
10.7%和12.5%、10.9%，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线城市，你看啊，二手房环比是略有增长，那就是9月份跌得太快了，10月份弹一下，但是同比还是下降9%，就比去年10月份比啊，下降了将近10%啊，什么概念？这还是一线城市啊。10月份二线城市新建商品销售价格同比下降6%，降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二手住宅同比下降8.8%，降幅收窄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啊，基本上跟上月相同，也就是环比啊。所以你看啊，这个根据统计局的数字啊，你说非要找亮点，那亮点就是一线城市的二手房环比啊小弹了一下，那同比都还是下降的，降了很多。然后你还要找亮点的话，它就是降幅啊稍微缩小了点。那么从销量来看啊，1到10月份新建商品销售面积7793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5.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76855亿元，同比下降21%，降幅比1到9月份分别收窄1.3和1.8个百分点。总之都是在下降的啊。从监测的40个重点城市销售情况看，前期回调幅度较大的二线城市边际改善比较明显。10月当月一线城市销售额实现正增长。10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房晚签成交量同比增长14%，二手房晚间成交量同比增长47%。1到10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9862元每平米，同比下跌6%。所以啊，从这个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啊，可以看到啊，这个一线城市啊，新房二手房销售量有所增加，环比啊同比啊，但是全国的数字来看啊，10月份新房销量同比下降1.2%，也低于9月份呢。所以说银石还是银石啊，没有干过金九。第二个呢，说明一线城市销量有好转，但是对全国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那些专家呀说的要翻开一线城市，由一线城市带动二线城市，二线城市带动三线城市，这样全国的房地产就会叫止跌回稳。事实上没有做到，也就是说10月份一线城市销量啊，二手房、新房都有所增加，但是全国这个新房销量还在下降。那你想想啊，整个的在下降，一线城市在增加，那你说那就二线、三线、四线城市，那就叫惨，那叫更惨，对吧？也就是说啊，一线城市的这个销量的增长，实际上是在抽其他地方的血，就这么简单。如果其他地方不下降，一线城市增长，那全国的销量是在增长，对吧？你要一线城市在增长，完了全国还在下降，那只能说明其他地方降得很厉害。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就是这个销量啊，房价是全国都在降，除了上海10月份3、4线、二线城市以及18线小县城数据都没有好转，反而还在加速下跌啊，就这么个情况。不知道这个符合不符合专家的预测啊？这不专家天天吵着要放开一线城市吗？有什么用呢？大家知道为什么今天股市对吧，这个房地产股它就开始下跌呢？因为数据对吧，它出来了不理想啊，对吧？这个还是在9月底927楼市出了那么多利好，10月份各大城市对吧，把这个成交量的吹上天，都是翻5倍啊，6倍，500%、600%。结果你看今天统计局数据一出来，亮点咱们还在这里找扒拉看有没有亮点，深深的挑2个亮点出来，就是跌慢了啊，跌幅下降了。我记得这个全国啊9月份的新房平均成交价好像1万多一点，就是10400，大概这样子的。你现在已经变成9000多了，就破万了。全国平均房价已经破万，是往下破啊。那我们再捋一捋啊，对吧？当初这个外国的小作文啊，外媒对吧，说的这个救市啊，还有这个化债方案等等，它的逻辑起点就是楼市不行啊，房地产不行，那你经济就受拖累。而且9月底现在的房地产是加速下跌，所以我们要出台这么多政策，是让楼市叫止跌回稳。你看这个政府的文件都这么说，止跌回稳。那现在稳住了没有？这个个人有自己的判断啊，有没有稳住啊？那11月份怎么办？对吧？这就是我每次说的，这胡市啊，你要看这个统计局、央行、住建部还有这个海关、财政部的数据，它会陆续披露这些数据啊，骗不了你，它互相验证。那9月份出的政策，10月份、11月份验证，10月份出的政策，11月、12月验证，对吧？所以说12月份如果到这个时候啊，数据不理想的话，那这个胡市就非常危险。也就是你这么多政策出了没用，完了这大家还在怀疑你下面还有没有政策，你工具箱里面还有没有工具，除了口罩也。所以说啊，这个一旦这个经济下滑，你要想让它稳住，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那么容易，那日本怎么还消失30年呢？日本人那么笨呢？所以说大家啊，对房地产应该什么个心态呢？就我一直说9月27号楼市新政之后，我就说啊，只有北京、上海的刚需房你才着急。事实上也是啊，你看北京、上海二手房涨了，那都是刚需房搞的，对吧？这些人比较焦虑，剩下
的人啊，你根本不用操心，你就等着就完了，爱涨不涨，对吧？你越理论上啊，你越往后拖，越对你有利。你看现在数据就证明咱们说的还是对的，北京、上海二手房价格在涨，就是比9月份啊反弹了一下。你一反弹，这个刚需房他就心里虚了，也人着急了。你看他上个月看的，对吧？这个房子220万，哎，这个月一看220拿不下来了，得230万。虽然跟这个去年比已经降了很多了啊，但是他跟上个月比感觉还反弹了，所以他就着急啊。然后这个上海他那个政策还没出完，所以他后面还要出政策，所以说他这个价格到底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就是让人琢磨不透啊。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只有北京、上海的刚需房才比较焦虑啊，其他地方根本就不用担心啊，对吧？它就是稳住了，想涨也很难。现在是叫稳楼市，止跌回稳，没有说要涨。所以说啊，从这个10月份啊公布的这些数据，还有央行的数据，央行数据也证明，确实有一部分资金进入股市，一部分资金买房了，对吧？新房销量、二手房销量比9月增加，跟统计局数字啊，它也能验证，互相呼应了。但是啊，10月份公布的这些数字啊，可以说是乍暖还寒了，尤其是物价连续20个月在下降，就这个 PPI 啊，还有这个 CPI 也是。完了，我们再过2个月还准备迎接这个特朗普风暴，特朗普这个关税大棒到底会到什么程度？所以说啊，这个宏观上看就是这些数字很冷冰冰的，但实际上它是咱们每一个人这个切身的体验，多少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对吧？看上去这数字下降0.1个点，但是如果你赶上了，那就是叫惨。昨天对吧？这个财政部、住建部等等啊，出台这个关于房地产交易啊这个税费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似乎啊没有很大的反响，也没看见中介吹，对吧？房东那边也没有什么兴高采烈的，开发商那边也没有什么敲锣打鼓，就说明这次降低契税、降低这个增值税啊，它那个效果已经远不如前几年。就这政策下去，连个水花都没有，这已经提不起人家的兴趣。说来说去啊，就这政策你看出了一大堆，1、2、3、4，但是啊，实际上它惠及的这个人群范围啊非常窄。我昨天节目说了，对吧？你本来应该是90平米以下的吧，它本来就不收，你这回给它放宽到140，你说能多少人？咱们很多房子恰恰是在144、143，完了增值税呢，对吧？晚2年就不收，以前是满3年、满5年，对吧？后来很多地方也慢慢改，这个契税本来很多地方就在减免，所以它现在一出呢，看上去政策出的挺多，但实际上就是那一小部分，就是刚需房里面的一小部分，哎，他们得到实惠。本来他也买个120平米的房子，他恐怕契税交的多一点，这一回恐怕能省个几万块，哎，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利好。但是这种人不多啊，所以说没有太大的动静了。三星证券呢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的叫中国家庭购房意愿，它一个这个曲线图啊，根据这个曲线图看啊，这个中国家庭的这个不仅购房意愿，还有收入展望，双都是在下降，也就是在通缩的这种预期之下啊，大家对未来都比较谨慎，都觉得自己收入恐怕很难涨，要下降，然后就不想买房子，买房的意愿也低啊。然后这里面我再强调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上海为什么新房价格涨呢？咱们以前节目也说过了，因为上海现在什么日光盘啊，全是豪宅，一套房子5000万、3000万以上，然后一天卖100多亿，对吧？200套一天就卖完了，那你说这个房价它是18万1平米，其他的便宜的房子卖的少，那它这房价肯定显得在涨。所以上海这房价上涨跟韭菜关系一点都不大啊！你真正想买的那些什么刚需房，恐怕那个价格并没有上涨，但是二手的不一定啊，因为二手的房子10月份比9月份恐怕略有上涨，但是这个能不能维持呢？今天啊，这个住房城乡建设部在那个新闻通气会上说啊，要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这个叫地产增量政策，要正式要推进。通知明确啊，扩大城中村改造支持范围，从最初的35个城市扩大到全部地级市，同时推进城中村改造货币化安置，严格落实1项目2方案。业内人士认为啊，作为一项系列房地产政策组合拳的新增量，城中村改造货币化安置政策支持城市扩围后，将有效破解地方政府的资金筹措难题，有力推动新增100万套改造目标的实现，直接带动去化压力大的地级城市存量房案消化，对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具有重要作用，也将直接起到稳定居民预期、激发消费潜力、
填补投资缺口、平滑周期、经济周期的多重功效。这个100万套城中村啊改造，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这100万套改造了，理论上啊，他们就要去买100万套的房子。那就对这个市场上这个开发商已盖好的房子来说，这是个利好。问题是你这个危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完了的房子怎么办呢？你不又盖了一批新房子出来了？你这叫改造吗？如果说啊，你把城中村拆了、推平了，变成花园，对吧？那住在城中村这帮人，每个人拿着房票啊，你去城市啊，你就换房子去，对吧？去别的地方换一套房子，那这可以。问题是你把这个城中村推平了之后，你要改造啊，你还得盖房子，那房子盖了谁来买？谁盖呢？钱从哪儿出呢？所以说来说去，它就是时间上延缓了一些，因为从那把那个房子扒倒到盖，对吧？怎么着要2-3年时间，3-4年，那相当于把这个时间往后推一推。就说来说去，这钱从哪儿出，对吧？谁来买单？政府恐怕就是提供这个免息贷款或者低息的贷款资金，对吧？那最终这钱要还呢，那你还得通过卖房子把这钱还回去。房子卖给谁呢？原拆原建，那对吧？这些人他不愿意出钱。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啊，原拆原建，对吧？即便90%的居民同意，他也很难推行下去。说到这个盖房子啊，山东啊有一位叫林夕的34岁的单亲母亲，由于买到了这个烂尾楼啊，或者是买的房子烂尾了，不得不带她2个女儿住在没有门窗、水电供应的烂尾楼里。大家可以看视频啊。今天是入住烂尾家里的第75天，我们娘仨在经过漫长2个半月艰苦的生活之后，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我们家现在的环境基本达到居住条件了，其他楼层也在积极施工当中。请那些承诺12月30日交房办公室的人，请你们认真监督施工进度，请12月30日如期交付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家。老家兰陵县车王镇房村多年前被违规操作更改确权人的宅基地，虽然归还给我了，但是前些年因为村里统一规划后，现在位于道路中央，我提交的盖房申请到现在都没有审批，也没有任何答复。等烂尾房的事情告一段落后，我还要回老家继续维权。虽然你有家，什么也不缺，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永远都说没有爱，暂天不回家。相同的年纪，不同的心灵，让我拥有一个家。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一个单亲妈妈拿出全部的家当买一套房子，结果烂尾了，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啊！虽然这房子现在能住了，但是他农村的老家的房子还有问题，买到烂尾楼的恐怕有几百万。我记得一个恒大就100多万，你说其他的企业加到一起多少？现在都在保交楼啊！你根据这个统计局的数字啊，对吧？除了1线城市，其他城市的楼市那基本上都熄火，对吧？无论是房价还销量都在下降，这戴维斯双杀呀！那问题就来了，实际上你这个销量一下降，它保交楼都难了。就我在以前说了，保交楼的逻辑是什么呢？地方政府拿着钱再贷款，或者是再去商业银行给一些配套资金啊，这叫白名单嘛，把那个项目给它盖起来。盖起来之后，那没卖掉的房子，对吧？已经卖掉的房子给业主交付，没有卖掉的房子赶紧卖掉，这不钱不就回来了吗？回来把这个商业银行的贷款给先还上，完了剩下的钱再把这个央行的钱给它还上，这么一个逻辑。那现在问题，如果你那个房子卖不掉，因为现在3、4线城市根本就卖不动啊，你房子没人买，那你商业银行那个贷款你怎么白名单？那相当于把风险转嫁给银行了。但是银行也不借钱的话，你这房子都盖不起来，这问题在这儿。所以银行它也是，对吧？战战兢兢啊，对吧？他也不想要这么多坏账了，他把钱借给你了，你到时候没得还，你把房子盖好了，房子卖不掉，对吧？3线城市、4线城市都这么个现状，那个房子烂尾了，那才叫麻烦呢。所以说啊，说来说去，一切的一切都是韭菜不买房，韭菜没钱买房导致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